我幫播道醫院結緣咧，就係由我嘅老師葉紹德先生，佢喺佢生命裏邊最後嘅一段日子咧，喺播道醫院做調養嘅。咁咁啱咧，嗰年 Cash 咧要頒一個 House of Fame 嘅獎俾佢，又驚佢真係等唔到頒獎嘅日子，咁要提早咧將個獎座咧係送去播道醫院交俾葉先生嘅。咁就由八和會館嘅阮兆輝啦，我就係佢學生啦。咁跟住就陳永華先生就代表 Cash， 我哋就將個獎座喺送去病床度嘅葉紹德先生。所以當我一接到呢個工作嘅時候咧，我嘅感受係好強烈，係好深刻嘅。比較上困難咧，因為係60週年咧，我希望將佢由最初建院發展到今天有啲咩宏圖大計，整個60年裏邊嘅嗰個歷程咧，我希望能夠分階段咁樣咧喺個歌曲度咧係表達出嚟。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啦。咁同埋咧呢首歌可以為我壓卷之作，因為我舊年咧已經決定咗封筆啦。咁我封筆之前最後一首歌咧就係呢首歌，咁我更加唔想衰收尾，更加要寫得好啲。我第一個印象就係播道醫院係由一間平民化嘅醫院起家，第二就係佢嘅宗教信念比較強嘅，咁我就跟住呢兩個方向咧去處理呢首歌啦。我喺裏邊講好多係愛人啊、平等啊、不分貴賤啊，咁呢種嘅意念咧，我諗係播道醫院建院最初嘅一個主要嘅思想嚟嘅，亦都一路奉行到今日咧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時間，能夠維持到60年。我哋成日話時間係最大嘅考驗。即係能夠一路延續到落去咧，一定有佢嘅優點。咁我就希望喺呢方面去發揮出嚟啦。好開心就係因為有陳永華先生嘅旋律啦。咁我同阿陳生就合作好多嘅。咁我就好相信我哋嗰個默契會好好，同埋中間如果有啲廣東話嘅字係同個旋律有衝撞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好好咁去磨合。咁呢個係一首歌最重要嘅元素嚟嘅。希望佢為更多嘅香港人服務啦，亦都希望嗰個平民化嘅觀念係能夠維持落去，係俾一啲低下階層嘅係有多啲機會去處理自己嘅病。咁另外就希望發展得更加大啦，因為好難啊！佢嘅地域咧，亦都有一個限制嘅嗰個地個院子。咁希望喺其他各方面嘅設施咧，係追上時代。咁我覺得而家嘅醫學咧係日益進步咧，可能係可以突破咗地域嘅限制咯。我衷心祝賀播道醫院60週年一個傳奇，好難得，希望繼續發展落去。希望下次有機會白金禧。嗰陣時我封筆都再寫嘅。